来是桃园一个妈妈带着5岁查囝到屏东朋友的家，咧爬楼梯的时阵，突然间听到啪一声，查囝随着放声大哭，原来是手被一条电线电到，毋但外头来烧一空，手骨嘛烫甲翻乌。这个妈妈是真愤慨，讲这个大楼哪会记载这个电线安尼放现拢无处理咧？妈妈是气噗噗，讲伤离经咯。 5岁小妹倒手插火搭，边啊有空喙，衫含油啊嘛互烧一个空。查某囡仔伤痕是去互电线电到的，互做妈妈看甲真甘。就从他手臂那边突然就爆火花了，哭啊，一直说他很痛这样子，我才看到说，这个衣服破掉了，不应该的啊，通常也会有个盖子吧。代志发生伫咧12月19，地点伫咧屏东一栋大楼。 2楼楼梯的壁边会当看到电线，边仔嘛有烧甲草灰搭的痕迹。不过当时这电线乃无封起来。维修完了以后，他工作人员他遗落的疏忽掉了。大楼管委会讲，这电线是接多上照明灯的，伫咧有可能是厂商的疏忽，造成这个意外，因嘛真实的。后续要怎么去处理？我们会跟管委会这边，我们这边会做一个讨论。 大楼管委会讲，后摆对厂商作业会搁严格监督，绝对袂搁发生同款的情形。